但係卡特拉唔同阿斯恰，佢嘅岩漿囊已經存滿，隨時可以爆發。好彩佢可能比大家更加多嘅預警，唔係太多，但係可能有幾日時間。預警係非常重要，因為除咗火山灰一旦噴入大氣層可以干擾航空同商業之外，卡特拉直接威脅冰川下嘅居民。幾千年以嚟，融雪之後嘅水將火山灰同石沖落山谷。呢啲載滿火山物體嘅冰河，係建造同改變地貌嘅功臣，塑造咗冰島今日嘅面貌。火山爆發嗰陣，河水可以變成暴潮，所到之處，人畜物件無一幸免。每次冰雪下有火山爆發，都有大量冰雪融化，水、泥同冰混合，洶湧淹下。埃亞菲亞德拉火山爆發嗰陣，雖然亦帶嚟洪水，但係肯定比唔上卡特拉嘅威脅。呢座係危險好多嘅火山。根據我哋嘅計算，卡特拉嘅洪水可以高達20至30英尺，喺冰川附近更加可以高達幾百英尺。呢個係冰島人所盡知嘅危機。我哋都知道呢度火山危機特別大，包括直接同間接嘅禍害。但係呢個並唔足以令到本地人放棄農莊。佢哋世代住喺呢度，佢哋係農夫，好眷戀自己嘅田地。我住喺呢度，但係唔會諗咁多呢個問題。我知道有火山，當然亦經常睇住佢啦。我知道卡特拉喺呢度，但係唔會因此而改變我嘅計劃。日常生活唔會將件事放喺心度。卡特拉守住本位，適當嘅時候就會醒。諗到我哋喺沙漠中種植嘅田園，當然損失好大啦。想像下佢哋又再變黑嘅情景，真係好難受。我好熟悉呢片土地，想像下綠色田園被洪水淹沒，肯定唔係好事。喺卡特拉附近居住嘅危險，可能少過雷克雅未克。我哋住喺火山區，所以一定要學會適應火山，冇其他選擇。所以我哋要研究佢哋，知己知彼，一定要。因為我哋同火山住喺一齊，我哋要盡量配合，隨遇而安。其實住喺呢度都有好處，因為呢度有火山，地底有熱水，就好似係石油一樣，係我哋十分倚重嘅能源。我哋亦都唔應該忘記一樣嘢，冇火山就冇冰島。冰島係由火山形成嘅產物，
喺冰島，地質學係睇得見嘅活題材。你見到嘅各種事件喺你眼前發生。呢度偶然發生地震，令你當頭棒喝。火山每隔2年、3年、4年就會爆發一次，亦引起居民嘅關注。大家視作為最普及嘅娛樂節目嚟看待。如果有小規模嘅火山爆發，大批人就會走去觀察同埋欣賞。睇火山爆發係十分難忘嘅經歷。所以當科學家想盡辦法向世界示警，普通冰島居民只能夠盡佢哋嘅本分。佢哋尊重火山，但係唔會俾火山控制佢哋嘅人生。既然住喺由火山造成嘅地域，與全世界最雄偉嘅火山為鄰，咁不如以歡欣嘅心情去面對。